尾暗5点外，一架美国的行政专机降落伫台北的松山机场。根据着路透社报道，这位来台湾的官员是美国海军印太司令部负责着情报的 J2 部门的指挥官少将史达曼。咱的外交部讲，这是无对外公开的行程，所以无要提供着细节。行政院长苏贞昌讲，这表示台湾甲美国的关系互动愈来愈好。甲美国国务院的次卿克拉克9月份来台湾的时，幸福同款的行政专机，伫昨晡暗5点46分左右降落伫台湾的松山机场，代表美国各官员来。台美关系越来越好，那很多事情都要做准备，就像餐厅也要把它准备好，好菜一道一道端出来，准备好的时候会向国人同胞报告。对美方官员来访，我们都表示欢迎，但是对这个个案的行程并没有公开，而且基于台湾跟美国的互信，外交部没有进一步的说明，也没有相关的评论。公布是讲无了解、无评论，不过路透社报道讲有消息人士讲，这摆来台湾的官员是美国少将史达曼，伊是美国海军印太司令部负责情报的 J2 部门的指挥官。释放出的一个象征意义是要让国人安心，在台湾在于亚太地区的和平贡献，我们是绝对举足轻重的。如果双方都对低调这件事情有默契的话，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感觉好像又透过媒体来进行所谓的大内宣。听讲史达曼估计伫台湾停留3天，24日离开，专程由美国在台协会 AIT 负责接待，估计顺是台美之间的情报资产交流区域、情报资讯甲相关的布局。即摆来台湾嘛，被外界认讲是川普政府对各方授权法的进一步的落实。